谈呢。咱我即马要70岁啊，所以今仔日讲这个呢是特别年纪较大的人较了解，所以超过50岁的人举手一下。边个讲，人生上半场是为下半场预备的，一起说。第二句话，人生下半场比前半场较要紧。上帝准备摩西80担，尾啊用伊40担，人生的托付，这是刚刚我们今麦所读的经文。对摩西来讲呢，这最要紧。这个人若无伊，就无有经，就无旧约，就无新约。所以米开朗基罗咧刻伊离罗马，你也去过罗马，你也去科隆。科隆上大，德国上大教堂呢，差不多全世界第3大的，中间就是摩西。你也去 Princeton Chapel 就是摩西伫 Chapel 内底。你若看过我大学迄阵看的10届，我感觉10届上好的电影是这片。看过这片的人电影举手。边个讲你年纪较老啊？很棒的老片，介绍摩西。摩西呢，因妈妈呢，这个卡通甲我讲，下咧水内底呢，水竟然分开。因妈妈叫姐姐、弟弟、哥哥，伫遐看咧讲很傻眼，哪有这种代志？你若跟摩西，你若叫伊去做伙跳水，你就足危险的。你要跳咧，伊击到水怎啊分开？所以在边仔讲，唔能叫摩西去跳水。伊是对苦难产生的，伊当同胞呢，拢下咧水内底要淹死。上最呢，救了伊妈妈，将伊甲救出来。摩西，希伯来文 from water， 伊本身是要死的人，上帝甲救出来。加上我呢，这个不配的人，26岁甲信主去台北，上帝救我，所以看了摩西很感触。上帝用不配人，加上呢 A.B. Simpson 讲的。宣信博士讲，上帝用无可能的人去做无可能的代志，上帝用不可能的人做不可能的事。所以摩西呢，水救出来了呢，伊同胞咧做苦工，该阵迄阵所读经文，伊咧做苦工，伊是水救出来，背后一个要紧的人就是伊妈妈，伊的姊妹将摩西保护甲救出来做养母，所以这个摩西呢，40岁迄阵是王子。卧伫王宫内底，卧伫法老王的手下，法老王女儿甲做用养子。法老王要杀犹太人，法老王女儿救犹太人的这个后生，不可思议。人要摧毁上帝的国度，你阵啊祈祷就是伫这方面呢。上帝竟然叫摩西卧伫入咧王宫。你也了解什么叫历史？历史的英语安怎讲？历史 ，History is his story。人间君王没毁掉人类的教会，不可能的。上帝救了摩西卧伫入咧王宫，摩西也没有上帝用爱两个冲突。第一个拜金，第二个偶像崇拜。埃及所有神明都是偶像，摩西要从偶像中间走出来，不然他就会。因为十灾打击的都是埃及的多神，所以摩西都爱对应偶像，或者在有一个妈妈甲救出来，妈妈最要紧。约基别带出摩西200万人出埃及，所以呢，丘吉尔公要对他说，主宰国家命运的，不是台面上的君王，是摇篮旁边的那双手。妈妈救了埃及，所以每一个妈妈举手。每一个妈妈拢举手，边个讲你是咱内底上要紧的人？咱妈妈拢举手，我要替恁囝儿祈祷天父，阮举手的妈妈救主拢纪念。你救了约基别，救了摩西，救出200万人，救主将恁举手的妈妈伊的细囝拢在你的手中。无论这个礼拜讲什么所在，甚至流浪伫外面，甚至卧伫当法老王的卧伫的人，求主将阮的细囝在你手中，引带到你的国度，思考到使用阮的细囝，改成你当初使用摩西同款，荣耀归于你，将恩典赐阮的细囝，奉耶稣名的祈祷。
除了脱离埃及多神，我是台南县后壁乡呢，岳飞庙等两个千个客囝，仓当中救出来的。除了离开多神以外呢，还要离开拜金，因为他如果有机会做法老王接棒，他一辈子搜刮金银财宝，弄回的金字塔。他如果那么拜金的话呢，金字塔通通给小偷偷光，闭着尘灰。摩西放弃财富，离开拜金。后现代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拜金，他不在乎拜金，因此40岁打死法老王的狼。用这帮的话来讲，摩西呢参加过太阳花，上帝无用伊到80岁，拄着上帝，本来是讲80岁离西奈半岛单死。伊的人生，伊感觉讲，我本来是一个据点，拄着上帝了，变成逗点。下埃及10个灾，过红海，10灾怕打击的拢是埃及的多神，变成逗点，然后200万人过红海，变成惊叹号。所以摩西一生3个阶段，据点，拄着上帝了，变成逗点。尾也变做惊叹号，所以超过50岁人举手，将来会超过50岁有人举手。边仔甲讲，我看到一个惊叹号。那200万人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然后往西乃山，洗罗绕路哦，照讲安怎去行去埃及较近，去迦南地安怎行较近？安怎行较紧？地中海对无？加沙走廊对无？上帝安怎？甲因安怎？绕路，那无绕路，他直直会把埃及的多神带到迦南地去。改成福建的庙，拢带到台湾来。台湾的市民福建来，所以需要他绕路，去西乃山去参加遇见神营会。所以你也咧上帝的绕路无歹，脱离过去的多神，又防备将来进迦南地了呢，约书亚了4世纪是多神，所以绕路是切断过去，卖被埃及的过去的埃及多神绑住，又防备将来，免得世俗化后现代。所以到西乃山遇见神，这条路较歹行，你会担心无水。半足出水，你会担心无食的，食啥物物件？麻辣。那绕路呢？上帝恩典互你有够额，你的子孙离外口咧洗路，唔通袂记哩。上帝恩典有够额，上帝恩典有够额。这是我西奈半岛所拍的。你有看恁目睭好的人会看到啥物款？对，原因是。含着泪水望天的人，会当看到彩虹。这会讲，含着泪水望天的人，会当看见彩虹。所以呢，日是足热的，好加在日是有啥物？昏条，阴暗时做暗的，灰条，拢灰色。所以有囝儿搁举手，咱搁摕囡仔囝儿来祈祷天父，阮举手，阮的囝儿伫外口咧洗路。忙无事，唔知要安怎行，求主帮助阮的细囝，这个教会细囝，台湾教会的细囝拢归向上帝。无论因走偌远，求圣神充满，甲因带到你的面前，互云柱火柱来威慑，互因含着泪水，让人能看到彩虹。奉耶稣的名来祈祷。上了西乃山，就是要参加遇见神，要切断过去。所以这条路呢，摩西对80岁了。一直到120岁，这段时间拢是旷野，将百姓卡带到面前领受十诫。咱恁阵啊所读的呢，摩西讲爱尽心尽力爱神，我那是摩西所写的。这个代志呢，咱来看呢，摩西下半场改成林肯51岁，我时间无够，无得讲细节。51岁以前8届失败。选举到51岁，变做美国上要紧的总统。
你若去华盛顿 DC， 迄个所在，你知讲美国上要紧的人物就是啥物人？就是林肯。林肯纪念馆上大，川普迄只臭屁，那我搁叫人家比的。8次选举失败，下半场上帝输容易。8次选举失败，其中关键人物就是妈妈。妈妈呢？伊妈妈呢？你也注意个看，伊妈妈呢，就教会了妈妈的贵心啊，教会迄阵妈妈的贵心啊。啊了呢，林肯做一失败，伊第一个后生死去，感情失败，被处选举失败，到51岁变做总统，原因就是妈妈。林肯的印象的妈妈是啥物款呢？我妈妈主日回来，讲到主回了呢，就叫林肯找来。妈妈规日读圣经给林肯听，教会妈妈的贵心啊。啊，不过林肯51岁南北战争一次总统，一打完仗，一开始打仗他重生得救。对教会到51岁做总统重生得救救了美国的人，就是妈妈撒的种子。妈妈的影响力救了美国，救了林肯，救了美国。约基北的感动，带出摩西，救出200万人。下半场的托付就浮现出来。上帝救咱的家庭，救咱爸爸妈妈，救咱离教会栽培，就希望咱的下半场互上帝用。所以对摩西一生来看出呢，上帝你要用你甲我承担上帝在你面前的永远的托付。因此，我从这个几个角度来看，互你呢，甲我会当领受上帝伫你我面前的呼召。第一个，你别人的需要上看到家己的责任，你别人的需要。40岁伊用拳头拍死法老王的下面的人，抗压。40岁我要救我的同胞，爱心有，做代志错。等一下分析，有爱心，我要救我的同胞。第二呢，去抗压，救叶特罗的祖囝，有人欺负，甲救出来。啊，叶特罗就讲啊，恁哪遐早转来？但因的祖囝讲，啊，一个人救阮啊，甲找因来食饭啊。哦，因人是埃及王子诶，不是为了英雄救美，是别人需要上看自己责任呢，不是英雄救美。因此就把女儿希波拉赐给他，生出第一个囝，第一个囝，或是格顺，格顺希伯来人是古训、故尔、寄居。我是西奈半岛旷野，我是寄居而已。我的心里爱及我的同胞，互人欺负的所在。每世界叫家己的囝格顺，就纪念讲我的同胞里遐，我无爱寄居。偏安江南，种种看出伊离别人的需要，通看你家己的责任。这是第一点，你互上帝用的原因。别人有需要，我有啥物责任要当做？这第一点。摩西改成林肯，别人的需要，我当时的恶人或被人欺负，我可以帮什么？这第一点。第二点。你自己的软弱是用看到上帝的大能，自己的软弱看到上帝的大能。40岁看不到上帝，家己出拳头，上帝无容易。一直80岁看到上帝伫西奈山，这个时阵发觉上帝一个是信实，伊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几百当前立约，上帝纪念伊的约，你的祖先所做的代志，上帝拢纪念。守约，第二个圣洁。摩西看到上帝眼腾起来，唔敢看上帝。圣洁，守约，圣洁。第三个关灵，关灵。摩西看到上帝伫气片内底。气片什么都没有的，竟然会修。马该就是用这段咧讲话，
妈该用这段，我是欺骗你啊，什么都没有。上帝用80岁无扣，要扣各个人使用伊。我80岁啊，你找我，敢会伤晚？80岁扣角啦，竟然会当开始互上帝用。上帝用不可能的人做不可能的事。安尼讲起来，要未超过80岁拢举手。边个讲你有救了？守约、信实、慈爱、圣洁、全能，80岁，上帝用无可能的人，所以呢，摩西80岁开始上帝用。这第2点，下半场的托付。第3点，你平凡的城市中让异象带来的突破。40岁在80岁拢做伊嘛，牧羊人。很平凡，一直看了80岁了，看了上帝了呢，人生就进入惊叹号。你若要看了上帝，一定只有句点。句点，退休的英语按怎讲？就是换轮胎。你若要看了上帝，唔知要爱换轮胎，不过是个句点。看你上帝了，变成逗点，变成惊叹号。决定你一生价值的是你看的上帝。40岁去参加太阳花，浪费40天，上帝无使用伊，干咧用我对人的爱无够，你就爱还上帝关灵。民间宗教谈爱，实际的爱，无到救台湾。需要上帝的关灵、信息、怜悯，会当使用80岁的人，所以超过80岁，也未到80岁人举手。咱敬拜祈祷天父，你用摩西80岁，阮也未到80岁，阮知影讲你要使用阮每一个人，阮知影讲阮一生嘛，敢若一个句点，来这聚会是希望变成逗点，希望变成惊叹号。主啊，每一个举手拢求主使用，阮人生下半场，互你使用。每一个人，你拢要使用阮看起来无可能，但是你用无可能的人去做无可能的代志。因此，举手人拢求主轮胎使用。阮退休就是要换轮胎，每一个人开始换轮胎，互上帝使用，奉耶稣名来祈祷。第4，若要互上帝使用人，都爱互上帝施工。你若想要互上帝来用，你内底一定到80岁，上帝继续你内底的施工。介是我住咧呢塔木的旅馆，行到这路呢，中华东路对吧？拢咧施工。我内底需要施工，你若要上帝用，需要施工。摩西互上帝施工。上帝80岁到向你显现，啊，鞋啊脱起来，唔敢看上帝。上帝甲讲，我准备要救你出去救以色列人。摩西第一句话问：啊，我是啥物人啊？我要救角人呢，敢有用了？他怀疑人生。80岁人怀疑人生诶，怀疑人生。啊，我是啥物人？第2个。啊！你是啥物人？你是啥物人？所以上帝讲，我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。第3个呢，不是怀疑家己，不是怀疑上帝，因无去听我的，无可能啦。怀疑人生，到80岁去怀疑人生呢？这个时候到80岁，无到80岁，人讲举手。边仔甲讲，上帝需要对你施工。活到老，啊！上帝讲啊，你怀疑对无？将迄个木头甲迄个涂骹变成蛇，蛇甲掠起来，佮变成迄个乖啊！这动物学家、植物学家拢傻眼。木头是植物啊，迄个变动物啊，掠起来变植物啊。
这神机耶，第一个神机耶。啊，摩西佫晓摇鱼，上帝讲啊，你手下咧内底胸坎仔内底，出来病说啥物？麻风病，啥物人、啥物医生会怀疑？手下咧啊变做麻风，佫落咧啊出来佫变做好，啥物医生会怀疑？皮肤科，毋是王医师，王医师是肠胃科对无？皮肤科。啊！你若佫怀疑水甲倒咧水手路变成红诶，食材第一你知就是洪水，就是水变红诶。化学家傻眼，所以每一个医生专业人士拢傻眼，植物学家、动物学家、医生傻眼。啊！你要是哪晓去上帝关灵呢？我荆棘而已啊！我要退休啊！我要退单死啊！你人生若无下半场的负担，你单死了。歹势，我咧讲，我最近就在挣扎这个。我若退休无代志做，查甫人特别退休无代志，搞东搞西的。查甫人会乱搞的，查甫人举手，牧师哪举手啊？你一定要找到舞台诶。所以呢，我说你需要被上帝施工诶，我单死就好啊。你全世界会当佚佗偌济所在，你一定要做到你上帝伫你心中呼召。所以摩西80岁上帝找伊，开始使用伊。所以呢，咱超过那50-60岁，你就要准备呢。这是彼得·杜拉克讲诶，这张忠谋最尊敬的管理学大师。伊讲50岁，你若无准备下半场的 second career。你人生退休了，怎那单死呢？他讲的对耶，所以开始规划下半场嘞。所以我第一场呢是要专门讲要单死的人来功德。你要找到你的托付，一定被上帝施工。无可能啦，我啥物人？你要坐在轮椅上，过去做一个人啊。台北信友堂，我觉得韩伟长老，阮华神的一个以前的总干事，你也可以图书馆看里纪念他。伊是阳明医学院的院长，了呢，足认真去报道啊，一直到呢中风、脑中风，倒咧遐，照讲你也自哀自叹，一点都不赶快。知影讲伊中风，拢去病院甲看伊。一个人来个带一个人信主，两个来看伊人，伊带两个信主。伊离病床带信主的人，比健康迄阵带较侪人的信主。啊，将来年纪会较老的人举手。我唔是讲你会中风啦，你下半场会更多人信耶稣。倒咧遐，人来看你，你不要自哀自叹。带伊讲，你信耶稣无？子孙，咱伫天顶见面好。你唔通互我担心，伫天顶看无你呢？啊，带伊祈祷呢？下半场，甚至要死以前，保罗讲的，或死或生，总让基督在我身上彰显为大。我唔敢讲，啊，会死的人举手，歹势。你一定上帝在你身上施工的啦！我够老，我很多老习惯、坏习惯，很多个性，跟年轻人你还是要学手机啊，对不？你马上有手机人举手，对吧？拢有手机啊，教工都卖给那些老少年，我们可以学习和上帝用。约翰卫斯理讲呢，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，有手机人举手。边个讲？全世界拢是你的牧区。子孙女，伊的后生伫 Montreal， 对不？我左囝伫 Montreal， 所以有代志上去加拿大、美国、纽澳，全世界都是你的牧区。下半场，即马无可能，无一定讲倒咧遐中风，照常会当互上帝用。所以告诉隔壁，你这辈子吃不完的。听无对啊？上帝要开始使用你啦，甲边仔讲，
可是你一定要被上帝施工，不可能啦，找别人啦，你错了，所以若牧师找你讲要探访做小组长、做长老，你就讲好啦。每一个长老拢举手，我有知我做一个真好的长老，今仔见过来，边个讲，我嘛要做长老，我嘛愿意做长老，我愿意被施工。这第4点、第5，你短暂的文化中寻求永恒的舞台。短暂的文化，我若做法老王，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无人纪念，无人纪念。出埃及记足奇妙的第1章，无记法老王什么名。所以很多考古学家真痛苦的，到底出埃及什么时阵？摩西无记载伊无要紧。你总统府、你美国白宫的人无要紧。摩西记载什么人？出埃及第1章2个收生婆，这2个收生婆敬畏上帝，名记起来，无人记法老王的名。敬畏上帝的人比王还要紧，这王的人是大江东去，拢会过去。一个心理学家或者 Samuel Bellow， 文学家，伊就讲啊，人心盖心，骄傲咧飞，一吨骄傲飞了，冲下去，死去了呢，无搁起来，河水继续流。这就是人心。中国已经5000年，400个君王拢顶了啊，下一个就等着沉下去。长江黄河的水继续流，这就是人生。不要羡慕成为君王，虽然也有人从政，不要羡慕成为君王。摩西40岁是君王，尼希米王9政可以成为君王。但如果你只是成为君王，却没有没有那个敬畏上帝的心，最后不被纪念。这牵涉的问题是舞台，哪里是你的舞台？什么所在是你的舞台？咱栽培囡仔，讲实在就是希望伊下半场互上帝用的舞台。无论上半场是安怎挣扎、考试失败啦，种种，尾也是下半场互上帝用的舞台。这是栽培囡仔的目标，互伊上帝较用，咱下半场上要紧舞台。所以呢，你就要看清世界上的短暂的权位。长江的水继续流，400个君王顶落了。你要寻求永恒的舞台。摩西所羡慕的，不是埃及的财富，希伯来书在1章28节所讲的。是万王之王，或做业仆人，所以呢，做过招待郎，做过小组长，做过主日学老师，执事长老拢举手，招待任何人，包括楼上人举手。这句话对你真要紧，任何人你举手。司布真说：“那上帝呼召你做传道，卖扣家己去做皇帝。”我搁讲一句。那上帝呼召你做传道、做牧师、做组织师、做长老、做小组长去探访，卖扣家己去做皇帝，会当互上帝用，比君王还要紧。所以呢，做个技术长老的小组长的招待拢举手，拢举手，免客气，也较悬的。比方讲，你比马英九跟蔡英文还要紧，不会下台。那叫舞台。摩西舞台是上帝的仆人，不是法老王的王子。那上帝呼召你做传道、做执事长老，卖扣家己去做皇帝。这第5、第6，生命影响力原是被导演所限制。生命的影响力。上帝叫你做什么代志，你就做什么代志。上帝后来呼召摩西10个灾，过红海，
惊叹号！摩西就叫上帝话来顺探，上帝将叫摩西驶路到西奈半岛南边，摩西就顺探。上帝叫摩西做会幕，对25章了开始到40章出来记，所记载的摩西叫上帝吩咐来做会幕，上帝安怎做，伊就安怎听，顺探上帝，顺探上帝。要互上帝用人，就爱呢，上帝安怎吩咐你，你就顺探伊的话。佮先今仔日敬拜团，你要该敬拜真好的祈祷。我伫遐跪咧遐祈祷，主啊，帮助我来顺探你的旨意。你来讲主啊，我这个礼拜是牧师祈祷讲，咱这个礼拜上帝保守咱。下一个礼拜我拢顺探你，你安怎讲的，我都安怎听你的话，顺探来祈祷，来见证，互上帝用，互上帝上台人无互导演吩咐的人，这个人绝对是失败。上帝叫你做他们角色，你无去顺探，你一定是失败。你要照上帝意思，照上帝来吩咐，叫你做啥你就做啥，你就顺服。我担心我年纪老会死呢。卫斯理安怎样讲呢？你留心听哦，卫斯理讲，我迄阵好好互上帝用，做了上帝的工，我从来要见上帝的面。不必担心我会得癌症，当然要健康，要运动，要睡觉，要。我若做上帝的工了，我就要见上帝的面。我若做上帝的工，癌症拿我没办法，疾病拿我没办法。除非上帝的工我做了，见上帝的面。所以年纪大的人，你有这个信心。照上帝吩咐去做，靠一个影响力。第六点，第六点。所以呢，摩西对出埃及记旷野西路，一直到摩押平原当兵，一直到摩押平原当兵。我要问各位，请注意听，请问摩西伫旷野偌久？伊伫旷野总共偌久？偌久？80天，对40岁了，到120。头前40天是君王子，80天上帝讲你旷野就曠野，袂想要转去做王子，互上帝限制。上帝叫讲你唔能移民，你就莫去。上帝讲迄个股票莫买，做如有意义的代志，你就照顺上帝来做。上帝迄个钱袂当摕，你就唔敢摕。迄个外遇唔通摸，你就唔敢去摸。迄个钱唔通赚，你就唔通赚，唔敢赚。互上帝限制。迄个话袂使讲，你就唔敢讲，互上帝管理限制。80天伫旷野，80天伫旷野。我这几本册哈，第3本册就是教摩西做灵修，就是摩西5经的。等一下牧师甲介绍，这是诗篇的，这个是传道书，你。无道有听有，你会当教你的手下做伙读这本册，传道书这3本册，这拢灵修版，拢是华人版的方莫甘泉，很好读。你教囡仔做伙陪读种种，这几本册我等一下帮你签名。那我的重点是第7，永恒掌声来自没有掌声的日子。80天里旷野。不像40年李王子来对李王公做起掌声呢，80岁拢无学了，无拍扑啊！我当希望我会当去总统府，我做几人称赞啊！我如果是川普，就希望盖一个什么格斗场，纪念我80岁的生日啊！这川普做操不也？
君王以外都没有掌声，下面的人在旷野没有掌声哎。啊，你到底人生下半场是希望互人娱乐，还是不要互上帝娱乐？你要互人娱乐，还是互上帝娱乐？我介绍两个人，第一个就是亚历山大大帝。我传道书来去写伊，内底一半传道书。亚历山大大帝，伊拍到波斯，就是即卖伊朗，拍到印度，啊受伤要转来，转来就经过波斯，知影讲古列王有王啊厉害，啊来去看伊王啊，迄个王啊当时真大，啊王啊来你刻安尼写，是古列王讲的，讲人啊，意思是讲要看伊的人，来参观的人，人啊。你当容忍我有一个小小的王啊，你遮莫甲我毁掉好无？我是波斯的大帝耶。结果呢，亚历山大帝去到遐看咧，讲王啊内底拢互偷光啊，干那一个衣啊，伊的骨头伫外口呢撒在外面。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你不管你是多伟大的古列王，是伊朗现在最尊敬的国父，虚空。舞台迄个无应用、无意义了，大江东去。摩西呢，80当伫旷野，结果呢，伊上兴盛的，就是交上帝的囝耶稣斗阵。路加第9章呢，耶稣向伊显现，甲请伊出来。摩西无入去旷野，但是耶稣请伊入去，无入去迦南地。耶稣请伊入去迦南地。永恒被纪念，80当旷野无拍扑啊，尾啊40当旷野，你耶稣甲请伊入来，这是我上尾一张图，要咧结束今仔日，做永恒的托付。这个人你知影？杜秋平是啥物人？甘乃迪，1963年11月20号被刺杀。那被刺杀了呢？当然呢，全世界各国的贵宾通通到白宫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。啊，这个故事我那记得传道书一本起来的。追思礼拜不到半个小时，世界各国贵宾拢离开现场。刚才一个人留咧遐做恶作的，叫做贾桂林，知影啥物人对不？贾桂林，足漂亮的人，足生气。啊，你们世界各国贵宾为什么不到半个小时通通离开？为什么不会多一点时间来尊敬您这个做尊敬的甘乃迪？古巴卡斯楚怕他哎，苏联打出太空船，我的先生打出 NASA 哎，半个小时不到，到白宫喝咖啡，你也不要发脾气，不够半个小时，贾桂林也离开现场，再不到多久，贾桂林改嫁。这个就是权贵人士的虚空的最好的典范，改嫁。可是那天呢，很奇怪，隔壁那个人也过世。你当然可能不熟，你的孩子可能在读他的书，《纳尼亚传奇》是他写的 ，C.S. Lewis 同一天死 ，C.S. Lewis 同一天死，这有趣哦，这有趣别，看边啊。甲问讲，咱两个做伙共一工死呗？那咱爱问的问题是讲，当初大家以为迄工死的人上要紧是对一个人，是啥物人？甘乃迪，世界各国贵宾、媒体拢去，没有人知道右边 C.S. Lewis。50年之后，包括我的儿子也是王医师的学弟。是学医的，还在受 C.S. Lewis 的《纳尼亚传奇》影响。你要选择左边还是右边的？右边人承担上帝给他托付。其实2次大战之后，人家选他当总首相，他不当。我要做上帝要我做的事。人生下半好兄弟用，人生下半场来承担上帝的托付，改成摩西。咱这种年纪的人需要认捌你下半场安怎互上帝用，钱较济，地位较悬，大江东去，互上帝用好调，
传道、布道、见证、侍奉，人生上要紧是互上帝用，超过君王。会记你上尾一句话要结束。那上帝呼召你做传道部，去做牧师、做小组长、长老，莫扣家己去做皇帝。莫扣家己去做皇帝。那上帝呼召你的子孙去做布道家、宣教师，莫叫伊去干那趁钱、虚空，包括古列王、王也是空的。你的选择敢是承担永恒的托付？亚头基特，特别感谢你，照了你的话，照你的仆人。互阮欣羡于天顶，叫耶稣永远斗阵，莫求家己去做皇帝，咱为君王祈祷。但你若呼召阮是做咧你这个所在咧服侍上帝，阮心欢喜灵快乐，心甘情愿互你使用。求主纪念，求主恩待，祝福富强教会每一个人，莫求家己去做皇帝，愿意互上帝做传道，奉耶稣名来祈祷。